識字有方法。腿字是左右結構，左邊是月字旁，像一塊肉，這裏代表身體部位；右邊是腿，表示讀音。腿指人體的腿部，這個字就是腿。金字是獨體字，可以想像它上面的部分像一個拇指，下面的部分像一個人張開雙臂。它有現在、當下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金。回字是全包圍結構，外面是一個大口，像一個坑，裡面是一個小口，表示在裡面迴旋、返回的意思。這個字就是回。迷字是半包圍結構，外面是像一個人在走路，裡面是米和。迷可以想像成讓人迷惑的東西，比如迷宮裡的岔路。迷有迷惑、沉迷等意思。這個字就是迷。字是左右結構，左邊是可以想像成一座山或一個台階，右邊是可，表示讀音。常作為前綴，用於稱呼或加強語氣。這個字就是總結學會漢字：腿、金、回、迷、